各位嘉賓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歡迎大家參加呢場別開生面嘅中小學 STEM 挑戰賽。舊年我請同學仰望藍天，今年我又請同學將目光投向同樣遼闊嘅藍色疆域，就係海洋，繼續探索科技嘅應用。人類對科技嘅探索從來冇停過。今日嘅主題係無人船喺複雜水域中嘅應用。從環境監測到應急救援，從資源勘探到智慧航運，正等待住大家去探索各種各樣嘅可能。喺粵港澳大灣區，無人船科技嘅應用已經成為強勁嘅發展動力之一。廣州嘅15規劃指明支持南沙深化面向世界嘅粵港澳全面合作，同埋率先打造海陸空全空間嘅無人體系。目前大灣區已經匯聚咗全國超過70%嘅無人船艇研發同埋製造力量。行業龍頭珠海嘅雲舟智能更加佔全球無人船艇核心專利總數嘅1/4。創辦人張雲飛喺香港科技大學嘅機械工程碩士同埋博士學位畢業，係港產嘅無人船專家。張博士創業嘅時候，無人船領域仍然係一片空白。後來佢嘅團隊從水質監測同埋海洋清理揾到市場嘅切入點，最後發展成為今日嘅獨角獸。而家大灣區得天獨厚嘅海洋地理優勢同埋蓬勃嘅創新生態，為同學提供咗最生動嘅課室同埋最廣闊嘅實踐平台。喺15規劃嘅佈局之下，國家正以前所未有嘅力度推動科技同埋人工智能嘅發展。未來5年相關領域嘅產業就有超過10萬億元嘅投入，意味住龐大嘅市場機遇同埋創新嘅動能。各位同學代表嘅香港嘅新一代，未來將會分享呢份科技紅利，並且推動產業發展。中國擁有全球最龐大嘅船隊、最繁忙嘅港口同埋最完備嘅造船工業體系。喺呢個基礎上面，無人船可以提升航運效率同埋安全，亦都可以強化海洋維權同埋監管。喺惡劣嘅海況或者敏感嘅水域，無人船可以執行巡航、取證、搜救等任務，亦都可以助力海洋科研同埋資源開發，為我哋建設我哋國家成為一個海洋強國提供關鍵嘅支撐。科技嘅價值在於應用，我哋鼓勵大家動手，將藍圖變為現實。每一次嘅調試同埋修正都係走向成功嘅一步。請大家享受同埋堅持呢個從0到1嘅過程。最後，我期待各位同學通過呢次比賽得到啟發，盡早立大志，將來服務社會、報效國家。多謝大家。